太极，河图之术，成于天地，而五行元二气也。太极之分，化为阴阳，而两仪人同一宗也。推其变，则千万无尽；究其源，则一致有归。此真一之意所由来，而要中之此有其故也。今之言义者，不图其理，妄拟其物，不会其规，妄揣其知，越驰越远，不得其宗，则茫无纲领，越推越分，不知其要，则好无涯肆，在此言此，而莫通于彼，以卦论卦，而不彻其用。虽言之若有物，而审之中模式，此亦道之混沌，而今义之纷纭也。夫善谓言者，必先其纲目；善谓事者，必正其本末。天下虽大，不外于道；人物虽数，不离于身。以简喻之，则志有余；以分理之，则力不足。故老士贵守一，孔子贵至中，忠与义皆天下之大本也。得其大本，知业从之，治其中医，变化见焉。虽卦有多变，爻有多利，象不可尽，而气义也。言不可穷，而术义也。气数可通，神用乃见。故智者察上，愚者察下，明者得精，昧者得粗。悠游清净之门，则天地渺焉；永为淳朴之乡，则生化纪焉。心于自然，则与天同道；乐于太虚，则与道同用。